Let's go. 你好，你好。还有这个彩铃。还有是这个彩铃。Go go go！ 哎，我发现我的脚还冒烟啊！我操妈的，怎么回事？我的脚在冒烟。You to me, I to fool. You to me, beautiful, beautiful. What the fuck? Oh yeah. No.因为什么人害？Oh, two. Oh my god. Okay. I never fall. I found me. And find the current. Go. Go go go. Find the current. No. What the? You can miss. Hello. Oh my god. 大哥，哎，我这有人，大哥。妈的俩，哎呦，我这有俩，我这有两个人，我操！大哥，今日留一屋，他日好相见，别这样。哎，给你抢我走。哎，一号蹲下，大哥。对，别动。我先丢个铲。冲啊！往哪儿跑？他妈的！哎，人呢？我一个这楼上。What the? What？ 啊，兄弟，你开车去哪儿？大哥，别动，你载我一程。哎呀！
Can you speak English? Do you also go follow me? I need medical. Get in the car. Okay. Get in the car. 他才把这哥们车给撞歪，我操！哎呀，这他妈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哥们儿，上车吗，兄弟？这一发走。来，有人撞他！大哥，不是你像想人头的哥们儿。我的，哥们儿，操你们干嘛呢？不是你他妈是搞鸡毛的哥？他问你干嘛的？现在你为啥找他呀？真的，你不要给咱中国人就是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兄弟。你这样，你这让老美搞得咱很就是很什么，你知道吗？ Get in the car. 你搞的就是我们很没素质，兄弟，你别这样。咱三个中国人给中国留点面子，兄弟。除非他炸你，或者是说他骂你，待会儿咱仨一起上，不怂他。我他妈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东西。开玩笑，不就是可以了，哥们儿，你没看你。真的，你打英文你也听不懂他说啥，你打的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有话好说。有人？哎，有子弹吗？你们5.56的我没有。5.56有没有大哥？大哥 I got supplies. 我就16发，一共。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你也没有吗？那怎么办？我们 I got supplies. I got supplies. I got supplies.
OK。哦，Oh no！那啥，咱下把打日服的还可以，打日服的话，你想炸谁就炸谁，碰到个日本你直接炸死就行。反正我就喜欢炸日服。I got supplies. 我的妈！我他妈忘了做任务了，我的妈呀！大哥，你吓死我了！我现在大哥，你别突然出现在我后面，我看手机呢。哎呦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大哥别闹，大哥。Enemies ahead. Enemies ahead. Go！ 他穿上我衣服有点，你穿上我衣服，好的一片。啊，在这儿呢，大哥你。有。Very good. Very good. My God. Oh yeah. Good. Beautiful. 这个人，哎，你不会带他去投喂仪器吗？现在你，他们现实。I got supplies. Welcome to What?
我等大哥，大哥你搞事情。Thank you. I love you. 我的。我可惜没有骗。哎，他这个雾上来了，可以。还可以，这兄弟还挺友好的啊，给我个医疗险，牛批！兄弟，你还是1级头吗？可以，我。别玩儿过。2号到现在你都这么喜欢独来独往吗，兄弟？啊，大哥，有车子你不跟，你自己跑着玩。兄弟你很孤独呀，兄弟。大哥很好看。你是有多孤独？哦，是。我操！什么，大哥？哎，一下5、6个，我操！不是，我怎么感觉那么多呢 ？Oh my god！ No！ 摇完出 ！Oh my god！ Oh no！ 你看这哥们儿了，这哥们儿加油，牛批！游得好，还有2个人啊，谁也补掉，在那个草中。1号后面，我跟你说在后面。Oh shit！ Yes, very good. Very good. Come on, very good.